起行，2024-12-28哈嘎哄起来，族群合一，世代同行，合一是神的心意，与神合一，与人合一，在台湾五族合一是神收复失土的地为业的计划。客家要来扬声欢呼，歌唱赞美神，宣告唯有他是主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，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身来。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，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，以色列神的名。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，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，从地极赞美他。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出名，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”宣告客家民族要兴起发光，为主做见证，与主一同治理。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，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，并作为冕旒。你并不再称为撇弃的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。你的地必称为有福之父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即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在我以后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。”神要透过圣灵大浇灌来成就客家，荣耀神的命定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，就被灭亡，也被全然荒废。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、杉树、黄杨树，都被一同归你。为要修饰我伸手之地，也要使我脚所踏之处的荣耀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宣告主对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客家民族的旨意。如今常处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拔一般。所以要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因为身体只有一个，生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只有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
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客家各族要一起来领受。他从天上使我们听见他的声音，为要教训你们；又在地上使我们看见他的烈火，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我们同心说阿门。愿你的荣耀遍满全地，愿你的烈火降临在台湾。哈利路亚！愿你荣耀遍满全地，愿你烈火降临在这地，释放你的恩膏，浇灌下来。神灵，我们欢迎。愿你荣耀遍满全地，荣耀遍满全地。愿你烈火降临在这地，释放你的恩膏，浇灌下来。神。降下你烈火，降下你烈火，来焚烧我们。降下你烈火，来炼净我们。主啊，求你用神灵与火为我施行，洁净我，使我更降下你荣耀。烧我们，降下你烈火，来炼净我们。主啊，求你用神灵与火为我施行，洁净我，使我更像。降下你烈火，宣告台湾要降下烈火，神的火要进入在台湾，哈利路亚！来炼净我们，主啊，求你用神灵与火为我施行，洁净我，使我更像你。主啊，求你用神灵与火为我施行。接近我，使我更像。再次宣告说：主啊，
我求你用生命与火为我施行，接近我，使我更像你。是的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配得荣耀尊贵，因为你掌权在台湾。我们要宣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。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主啊，你的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要说，是的，主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因为我们的神真伟大。哈利路亚！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要长生在你帐幕里，来向你焕然献祭。得救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要长生在你帐幕里，来向你焕然献祭。我的神真伟大，我的神真伟大，你掌权到永远。我的神真伟大，我的神真伟大，你掌权到永远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神真伟大，因为他掌权在台湾。哈利路亚！我的神真伟大，我的神真伟大，你掌权到永远。得力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要长生在你帐幕里，来向你焕然献祭。我的神真伟大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我们的神真伟大，因为他有荣耀在台湾，他要把我们每个孩子们进入在他的命定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！有，你说有就有，嘿！你话语成就，你斥责风和浪，风浪就窒息。你坐着为王，你说有就有，你命令就立。你话语成就，你斥责风和浪，风浪就窒息。你坐着为我的神真伟大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手举起来，向耶稣说：你真伟大！哈利路亚！我的神真伟大，我的神真伟大，你掌权。再次宣告说：我的神真伟大！我的神，是的，他真伟大！我的神真伟大，你掌权到永远。我的神真伟大，我的神真伟大，你掌权
配的，他配的，他配的，我们来荣耀他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。神在8月1号延明日，在1228客家日，神要做新事，要宣告合一是神的心意，与神合一，与人合一，在台湾五族要合一，因为神要收复世土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爱你们，我们三神，哈利路亚！宣告神已成就了五族的合一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因为神在我们当中，他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相信吗？当我们宣告三声哈利路亚，神就在台湾掌权。我们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